男朋友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有了新男朋友就忘了。哎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呦，你干什么呀？哎，对不起。你没事吧？你干什么呀？我送你上医院吧。不要。先生，我送你吧。打击！你有打劫的话拿去，别伤人。松手！别动！站！滚！哎呀，先生你好，那个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谢谢啊，谢谢，没关系。给我上！别动！再给我捅死你！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哥，怎么样？我怎么也哭了。别动啊！哎，别！过来！你上！过来！你要打击的话，你别！你不要动什么？我有！这跟明月的保安是越来越差了。哎呀！哪儿呢？带着这么厚的袜子干什么？人呢？这鞋谁的？哎！这么看来是你的了。小美啊，一会儿咱好好的说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我脸上的鞋印子怎么了？你伤害了我。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你昨晚喝多了，抱着我又哭又闹的。我本来想把你送到楼上的，结果谁知道你对我不依不饶啊！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呢是为了我更好的成长和发展，你不顾着自己喝醉的身体、疲惫的精神，孜孜不倦地教诲着我，仍然坚持在教育的第一前线，我十分的感激你。所以你为了报答我，抽奖踩我的脸。你在谆谆教诲我的同时呢，你脚底一滑，不幸要摔倒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呀！我冲上前去，正要救你的同时，谁知道我这功夫练不到家，我也滑倒了，不小心脚一蹭，就蹭到了你的脸上。我对此事啊，万分的内疚和自责。真的假的？
当然是真的了。我如果说假话的话，一个雷，咔嚓劈死我。算了，再有下次的话，打折你的腿。哎，干嘛？其实你昨晚那样挺可爱的。昨天晚上，你敢说出去，打折2条腿。咱们这么跟踪人家不好吧？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这个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李维，没想到内心如此狂野，很嗨的。肯定不是买给佩娜的。咱们这次跟踪，看来是跟踪对了，一定有问题。上。哪儿那么爱这个？走。冲啊！怎么办？咱就有点胆儿，胆儿是啥？胆儿就是正义的拳头，胆儿是扫黄打非的坚决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事儿，你从哪儿学的？一套一套的。网上看的。网上看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要真学会了，我就得拿着红烧肉去派出所看你。那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是血。找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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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委托来抓小三的。哎，你就是因为这个假人跟白娜分手呀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他分手，我只是指什么？啊？你说你有需求，家里不是没有，你整这个干嘛？我们两个之间是有感情的交流的，我只是想安静一下。安静。是的，安静。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去跟裴娜解释，我觉得她像是一个管家婆一样，每天对我吆五喝六，我觉得她有点聒噪了。我不瞒你们说，我好不容易摆脱了学校里的管制和家人的干预，找了一个女朋友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她变本加厉的对我严加管教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可是裴娜她是个好女人。我知道她是个好女人，但是她不爱我，她只是想从我身上得到被顺从的感觉。她不爱你，她不爱你，让我们过来抓奸啊！你们不在其中，你们根本不了解。那你爱她吗？我爱，因为她从来不会多说一句话，也不会训斥我，只会静静的倾听。我想看什么电视，她会陪我看什么电视。我们两个是精神上的交流和灵魂上的沟通，这一点，裴娜永远做不到。来看一下，这是现在的裴娜。
有替他考虑，我真的很爱他，我不能没有他，我求求你们帮帮我。裴娜她很爱你的，只不过选错了方式。帮帮我，一定要帮我想点办法。你现在还爱裴娜吗？我爱，你也爱他了。你也选错了方式，你们两个根本就没有好好的沟通，一味的逃避，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。让我想想吧。月酒坊有你这样的老板呀，估计也长久不了多少。那大梅姐，如果美酒坊真倒闭了，你能收留我不？看你们表现吧。这就叫花去。好，滚过来！我现在就送花。贝贝。送花嘛。贝贝，今天心情不错呀。还好吧？今天有哪位帅哥要帮我送一下花啊？美女，我有大跑车，随时待命。我的敞篷车送完花还可以带你兜风，都废什么话呢？美女，我送你个大飞机。真是盛情难却。那我也得选个高颜值的。喂，我在美酒坊呢，晚上一起吃饭。好，拜拜。还是派派靠谱，里面有好多帅哥，随时待命的。龅牙酥，嘿嘿嘿，哎 ，hello， 都在呢，都在呢。哎，美女，刚才聊什么呢？今儿晚上有约。玩派派啊，无聊的时候点开来，这里有好多朋友陪你玩呢。派派，现在最火的那款交友 APP 呀。哎，怎么？你也想下一个是吧？我不下，我哪敢呢？是不是？咱赶紧挑花。龅牙酥，给我包束新鲜的，快点。这位仁兄，你哪位啊？不是，你谁呀？苏达美的男朋友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有了新男朋友就忘了老朋友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们家小美啊，就是这么羞涩。行，那我不打扰你们啊。把所有花赶紧给我拿来，快点，我要走。花268，加上包装318，这个丝带我送你。这。不买了，哎，不要了，下回再说，送。泡妞还想蹭我？先生，哎，这是谁呀？说好了。对，我改了。我也改了。真好，哎，送给你们。谢谢啊。送给你，亲爱的。谢谢。没想到还挺有成就感的。
我觉得我该去躺一下喽。老板，老板，干嘛去？谢谢。什么？没有听到？我说，谢谢。你谁呀？苏达美的男朋友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你既可以去欺负一个弱势的乞丐，现在又来喂流浪狗。他很丑，但不像你，你笑起来很好看。